成日聽人講深圳鬆飛真係抵，30蚊就有一大盒無骨酥肉，仲送多2樽可樂。香港食碗雲吞麵都唔止呢個價啦，聽落係咪好吸引？覺得自己執到寶，係聰明收費似。但我話你聽，呢個世界上真係冇咁大隻乸隨街跳。你以為自己係去執雞，其實你係去送頭做水魚啊！你食緊嗰啲海味30蚊嘅無骨枝，分明就係人哋唔要嘅下欄嘢，甚至係一啲你懷都唔敢懷嘅科技與狠核。今日我就要同你拆解呢啲30蚊燒肉背後嘅紅波真相。睇完之後，你仲敢唔敢話北上食嘢係智商出嘅救星？我哋首先要位下一個最基本嘅邏輯成本。歷史下位下2026年嘅今日，就算係喺大陸，一直生機嘅收購價、運費、屠宰費、人工鋪租，再加上燒製過程入面嘅碳錢或者電費，仲有嗰啲川料，全部加埋要幾多錢？如果你喺香港一隻運嘅魚機，慳慳地都要600-700蚊，散賣一盒燒肉飯，冇50-60蚊你都唔好懷住有好質素。好啦，你話深圳人工平，鋪租平，但係30蚊人民幣有一大盒無骨枝，仲要係全瘦肉或者半肥瘦，仲幫你插晒骨。你知唔知拆骨係好晒人工、好晒時間嘅工序？如果呢啲係正經人家用嘅精肉，老闆直情係開善堂，日日理住嚟做。你覺得呢個世界有咁多大慈善家咩？真相往往係浸哭嘅。呢啲咁平嘅無骨枝，好多時根本唔係我哋平時喺街市見到嗰啲原隻燒雞嘅肉。業界入面有一個公開嘅秘密，就係碎肉拼接同埋淋巴肉。好多人去深圳食嘢，最中意追求嗰種啖啖肉嘅快感，覺得無骨就係正。你知唔知正經嘅五花肉或者後腿肉係有一定結構嘅？點解人哋可以賣到咁平？因為佢哋用嘅係下欄嘢。乜嘢叫下欄？就係雞頭肉、八字肉，即係淋巴位，仲有一啲修整出嚟嘅碎肉邊。呢啲肉係正規市場係冇人要嘅，因為口感差，而且淋巴肉含有大量激素、病毒同細菌，根本唔聽冇人類長期食用。但係只要機工強大嘅黑科技加工，呢啲垃圾肉就可以變身。佢哋會用一種叫肉膠或者轉福灣溪灣米嘅嘢，將呢啲碎肉砌埋一齊，再加大量嘅嫩肉粉、補水劑，等啲肉食落去軟慢慢，好似好滑咁。最重要係嗰陣燒味香，你以為係師傅嘅火候，錯啦，係焦糖色素同煙囊香精。呢啲化學嘢只要落少少，陣味仲香過你用炭火燒3個鐘。你食緊嗰啖肉，可能係由10幾隻唔同支嘅碎肉拼接而成，再加埋化學藥劑串製出嚟嘅產物。你以為自己食緊燒肉，其實你係食緊一個化學實驗品。哇，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反駁，我食過味道真係唔錯，同香港嗰啲幾百蚊嘅燒肉差唔多。呢個就係最驚心動魄嘅地方。2020幾年嘅食品空域已經去到一個可以欺彈你味蕾嘅地步。你覺得好食，係因為佢哋落咗大量嘅增味劑，ICHOP豬、公賓酸乙能同雞公酸乙能，呢啲嘢嘅鮮味係味精嘅幾十倍。加上從能從糖嘅串製，完全遮蓋咗啲肉本身嘅臊味，或者放咗好耐嘅雪藏味。你試下將嗰啲肉攞去洗一洗，或者唔好加任何裝質就咁食，你就會 feel 完陣肉味係幾咁怪異，甚至有一股淡淡嘅藥水味。仲有啊，你要留意下嗰啲海味嘅無骨枝係點嚟嘅，好多時係啲大廠將啲通咗唔知幾多年嘅肩絲肉攞出嚟處理。呢啲肉喺冷火入面放咗3-5年，甚至係2010幾年嗰陣留低嘅，肉質已經爛晒，氛圍已經壞死。但係只要機工高壓注水，添加補水劑，再用燒味輪一焗，外皮脆拔拔，入面睇落仲好似有肉質咁。你以為係新鮮出爐，其實係反生肉。話香港人最講究鮮，但係為咗貪平，竟然走去食呢啲連貓狗都唔一定肯食嘅下欄嘢，仲要覺得自己好成，毀落真係好夢。我哋再講下個衛生問題，呢啲賣30蚊一盒，仲要包招或者送嘢嘅鋪頭，佢哋嘅濕疹環境係點樣？好多時呢啲係海味嘅小作坊。喺呢啲地方，邊度會同你講消毒、講衛生指標？2020年之後，大家對健康嘅關注提高咗，但係面對低價誘惑，好多人就將安全拋諸腦後。你有冇見過佢哋處理啲豬肉喺地下隨便堆放，冇水橫流？因為成本太低，佢哋根本唔會用昂貴嘅清潔劑去洗機器，好多時就咁用水沖下，甚至唔沖，啲長煙飛嚟飛去，佢哋就用防腐劑噴一噴，咁就叫保鮮。要濃食入肚嘅，除咗肉膠、香精，仲有無數嘅大腸金樽同埋寄生蟲卵。而且大家有冇懷過點解係無骨？其實無骨係為咗方便隱藏。如果係連骨嘅肉，
你一眼就睇得出嗰個係乜嘢部位，係咪排骨，係咪上肉。但係無骨呢，佢可以將任何部位嘅肉堆突埋一齊，機關模具監製，燒出嚟之後切片，每一片都係長方形或者正方形，睇落好整齊好痕。但係真正嘅切肉，點會每一塊都長得一模一樣？呢種標準化嘅背後，正正係工業化拼接肉嘅證據。好多香港人話香港食嘢貴係因為鋪租累積，係冇否認香港租金貴，但係香港嘅食環署監管起碼係有反感上下。一間燒味店，如果佢咁用淋巴肉或者菇絲肉，分半鐘會被封鋪。香港嘅師傅仲有一份煎煮，又用新鮮煎或者起碼係合格嘅雪藏煎，成本喺度，售價自然就喺度。30蚊一盒無骨枝，喺香港嘅成本連半斤生枝肉都擺唔到。你北上食嘢，唔係因為你勒到平民靜嘅美食，而係因為你降低咗自己對食物安全嘅底線。我識得一位喺深圳做咗20幾年飲食嘅老行家，佢同我講，2025年開始呢類低價無骨枝喺外賣平台上面爆紅，主要受眾就係一啲對豬腳極度敏感嘅打工仔，同埋一啲覺得北上雙飛就係抵嘅香港遊客。佢話行內人從嚟唔食呢啲嘢，因為大家都知呢啲肉嘅來源係一啲非正常渠道。乜嘢叫非正常？即係病死雞或者係屠宰場剩低落嚟，原本應該送去化工廠做飼料或者空運用油嘅下欄部分。呢啲肉經過狂酸狂浸浸泡、漂白去味，再重新上色。傾完之後，我真係覺得毛骨悚然。你可能會問，咁點樣分真假燒肉？其實唔難，真正嘅燒肉皮同肉係相連嘅，而且皮嘅質感係有孔嘅，咬落去係鬆脆，而唔係硬邦邦嘅塑膠感。肉嘅紋理係自然嘅，有一絲絲嘅氛圍。而拼接肉，你細心睇，皮同肉之間有明顯嘅割合痕跡，甚至輕輕一波就皮肉分離。肉質食落去冇乜韌性，好似食緊一路加咗味嘅飯團咁。最緊要係真正嘅新鮮燒肉，放涼咗之後會有一陣淡淡嘅脂油香味，而拼接肉放涼咗之後會有一股好重嘅腥味或者化學味。香港人，我哋成日自詡係美食天堂嘅仔女，對食有追求，對質素有捐豬，但係呢2年好似大家都中咗魔咒咁，只要見到平就乜都唔理。30蚊一盒燒肉，你以為係執到便宜，其實你係用緊自己嘅健康去對。你今日手飯嗰幾十蚊，可能將來要俾返幾萬蚊醫藥費落去。淋巴肉入面嘅毒素係會喺身體入面累積嘅。2026年初已經有報道指出，長期食入呢類加工肉類會大幅增加患上消化道疾病嘅風險。我唔係叫你唔好去深圳食嘢，深圳都有好多好正好有心做嘅川菜，但是牌照到喺你要明白1分錢1分貨呢個硬道理，唔好再做水魚啦，唔好再為咗個少少虛榮感，覺得自己好清明，可以用低價食到高級嘢。你食緊嘅係人哋嘅下欄，係工廠嘅廢料。真正嘅燒味係一種預算，由廠機、木機、穿製、風坑到最後入裏燒製，每一步都係師傅嘅心血。喺香港，一個燒味師傅可能做咗30幾40年，佢對火候嘅掌握係化學精油遠遠模仿唔到嘅。我哋應該尊重食物，亦都要尊重自己嘅身體。下次你再去深圳見到嗰啲30蚊無骨枝，請你懷反起我今日講嘅嘢。你試下圍下一個開鋪嘅人，佢要賺錢，佢唔係慈善家，30蚊佢仲要賺錢，咁件貨嘅成本可以係幾多？5蚊，逼入8蚊。喺2026年，5蚊可以擺到啲乜嘢肉？可能連一罐質素差啲嘅午餐肉都擺唔到。咁你食緊個大發睇落去啖啖肉嘅燒肉，到底係乜嘢？呢個問題，如果你咁深究落去，你以後都唔會再想食。我寫呢篇稿唔係想抹黑邊個，而係想大家做個明眼人。呢個世界冇咁多漏洞俾你鑽，平到唔合理嘅嘢一定有問題。如果你身邊仲有朋友成日吹噓深圳30蚊無骨枝有幾抵食，請你將呢篇來源分享俾佢哋聽，話俾佢哋知，做水魚唔緊要，最怕係食壞身。我哋要去追求高品質嘅生活，唔係要去追求極致廉價嘅垃圾。喺香港生活雖然壓力大，雖然物價貴，但起碼我哋仲有選擇。跟我哋可以選擇食得少啲，但食得精啲；食得簡約啲，但食得安全啲。唔好被嗰啲表面嘅底遮蔽咗你嘅理智。喺南耳幾年嘅香港人，應該係更有智慧，更識得分辨係非黑白嘅。最後，我想再提醒大家一次，擺平價收肉變水魚，真係唔係講笑。嗰啲下欄嘢分分鐘攞你命。食嘢最緊要係對得住自己個胃，對得住自己份健康。如果你仲覺得30蚊有無骨枝係奇蹟，咁我只可以話，
你嘅健康喺人哋眼入面，可能連嗰30蚊都唔值。希望大家食得精明，食得健康，唔好再俾呢啲科技燒肉彈局壓到你。呢個世界真係冇避免如殘，亦都冇唔使本嘅燒肉，剩下啦香港人。